如果你想入手人生中第一條手鐲，預算又唔算好高嘅情況下，應該點揀？喺一條視頻話俾你知，呢條冰黃比個底膠潤細膩，好似剝咗殼嘅荔枝肉咁樣。黃比明亮貴氣，仲有招財好運嘅寓意㗎。如果啱心水嘅話，就可以揀呢一種㗎啦。呢條白底青，顏色夠晒明豔，從局部色根散出嚟嘅生機感非常之強烈。重點係種水都唔錯，膠膠潤潤咁樣嘅。主要綠色咧上手咧，佢會襯得咩膚色咧都會好有精氣神嘅。呢個都非常之唔錯嘅。呢條冰飄花手鐲，種水冰透水潤嘅，帶少少情底嘅朦朧美，淡淡嘅底色咧襯埋啲飄花咧，有種江南煙雨嘅韻味。呢一種咧就比較適合追求獨特個性嘅知性女性啦，因為佢每一朵飄花咧都有佢嘅想像空間同佢嘅意境。呢條情底葡萄肉手鐲主打一個總腦密度又高，細膩起膠感，成條手鐲色度又夠晒均勻，顯得清新脫俗。真正意義上嘅百搭款，就好似白 T 恤咁樣低調又唔失優雅。呢幾條手鐲咧，全部都係放留俾各位靚姐嘅過節福利款嚟嘅。如果你一次都冇買過，我就當批發價放留俾各位靚姐，就當交個朋友，中意嘅就留個圈口啦。